伫咧英国婚事公媒制度，一般人较少接触到，也较无人去关注。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会当重新看到这个产业上介好的年代，台北科技大学文化事业发展系的老师和学生，就规划一个台湾婚业史的展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透早着起床，天时食袂光，辛苦进婚人。女童学唱过去婚龙团唱的进婚歌，这是台北科技大学文化事业发展系师生规划的台湾婚业历史展览中一条因重新录音的歌曲。师生透过旧资料的研究、实地考察以及实际去体验进婚等等的活动调查这个产业，上尾以多媒体方式重现这段历史，望互观众看到婚业过去上好的年代。我们这次主要是有呈现当时的刊物及文物，我们利用多媒体的方式将众烟歌做再呈现，然后自己用自己的声音去录制这一首歌。带头的老师陈汉秀对2009年开始关注台湾婚业历史，长期投入研究甲保存的工课。伊讲台湾婚业伫2017年正式结束，到即马才7档，但因为过去公媒制度，一般的民众较罕去接触这个产业，以及现代人对婚有较无好的印象，侪人早就无熟悉这段历史。但其实婚业过去是台湾经济发展中真重要的产业之一，较早互人叫做青石黄金，所以伊认为论重要性来讲，婚业的历史是非常值得台湾人重新来了解。那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可以走到这里，都是前面历史的累积。很多这个子弟们或家庭都是以前透过烟叶所养大的，对，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台湾就是过去这段就是我们说绿色黄金的故事啦。另外，展览中嘛特别展出由国宝级的工艺师陈正良照过去婚楼的设计图缩小比例做出来的模型。团队希望透过安尼方式，让台湾产业历史的记录会当更加多元。记者王可选、柯明哲台北报道。